大家好啊，我係 LTech 阿 Paul，好高興今日可以喺呢度同 HKBC 嘅讀者去拜個年。咁我先講講啦 Corsair 咧喺上一年裏邊咧出咗好多新嘅 product， 例如好似水冷咁啦，有 H80、H100， 咁佢哋都為着咗去打入呢個周邊嘅 market 咧，亦都推出咗 K60、K90、M60 同 M90 嘅 keyboard mouse 俾唔同嘅 gamers。咁亦都會出咗一個 SP2500啦、SP2200啦，同埋佢哋嘅 headset。Corsair 咧喺2012年咧，亦都會有新嘅機箱會陸續出到嚟嘅。咁例如好似 300R 啦同 550D 啦，佢大家都可以容納到450mm 長嘅 VGA 卡啦。咁亦都有 USB 3.0喺前置嘅。咁喺無線耳機方面咧，佢都會出到一隻係 2.4 GHz 嘅無線耳機，供大家去選購嘅。咁希望嚟緊 Corsair 出嘅所有新嘅產品咧，都亦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去享用。咁喺呢度祝大家福星高照，恭喜恭喜！